啲香港嘅朋友仔成日都問我，嗱阿 Ben 啊，有冇啲又靜又靚又智能嘅筍盤推介啊？嗱呢下你就問啱人啦，絕對舒適度拉滿嘅深水靚盤，未入屋苑先見藝術品同流水景，呢啲唔係普通嘅裝飾，而係話俾你知住喺呢度嘅人品味同埋生活態度都零舍唔同。哇，重點嚟啦！全屋嘅智能家電，手機撳一撳，全屋嘅燈光、冷氣、門鎖，甚至乎電梯，全部都搞掂晒。啲科技就係要咁貼地，至有用啊嘛！企喺個闊落露台度，望出去唔係密密麻麻嘅樓，而係開揚嘅景觀同埋綠油油嘅園林。深呼吸，啲空氣都清新啲啊！仲有招呼朋友仔嘅共享空間。呢啲先係都市精英嘅生活儀式感，行嘅每一步都係風景。坐低嘆杯茶，個心即刻靜晒。細路仔梗有又安全又靚嘅遊樂區啦。最緊要係咩呢？梗係交通無敵啦！呢個樓盤就喺深中通道中山出口附近。依家我身後呢，就係中山站啦，喺項目過嚟10分鐘唔到。坐高鐵嘅話呢，半個鐘頭唔到就可以去到深圳北，而且呢1個鐘頭之內就可以直達香港西九龍。交通方面嚟講呢，係非常之方便啊！揸車去深圳前海，半個鐘頭搞掂，仲快過你過海去到銅鑼灣啊！沿住博愛路一路走，你會明顯感受到澳豐天宇嘅尊貴，貴喺個地段，一路走過嚟。佢串連咗8大城市商圈啦，輻射通達各大金融中心、高端嘅服務業中心、文化中心以及總部中心。同時咧，仲一路向東連接深中通道，將前海納入通勤嘅日常。而澳豐咧就係喺呢一條黃金走廊上，選擇咗一個中心嘅位置，成為深中融城嘅第一環。項目去到前海大概40零分鐘。去到羅湖口岸1個鐘頭鬆少少。項目咧，佢聚集咗成個核心地段同埋城市嘅高淨值人群，發展成為中山嘅新富人區。澳豐要做嘅就係喺呢一個基礎上邊再做超越，打造成個片區最 top 嘅豪宅。講咁多，最緊要係你過嚟現場親身感受過先知道。感受呢度嘅低密舒適、智能貼心、園林藝術同埋無敵嘅交通網絡，真係要嚟睇過、摸過、體驗過，至知道有幾正。想喺大灣區心臟地帶揾個安靜又方便嘅安樂窩，呢度就係答案。本身咧，對於成個中山嚟講，容積率係1.5以下嘅地塊就僅有3%。而且咧，呢個小區仲有超高嘅綠化率，綠化率係達到38%嘅。而且咧，佢仲坐落喺成個中山嘅黃金中軸線博愛路，而且仲要係半山別墅，就更加稀缺啦。項目咧係有聯排同埋雙拼2種別墅產品嘅，面積段從4000零尺到7000零尺不等嘅，總價咧喺700到1800萬之間，有非常多嘅選擇。環境好靚，好優美。
我身後呢，就係澳豐嘅別墅區澳豐軍府啦。前一排我東區嘅業主又喺度買多咗一套，我問佢：陳生啊，點解你住開東區嘅1號郡，仲要喺度買多一套澳豐天御嘅？佢話就係貪佢私密度好似淺水灣咁，但係啲價錢啊仲要平過太古城咯。我話都有啲道理嘅。